伊要甲咱讲到题目是：你转去做见证的人，你转去做见证的人。各位亲爱兄弟，大家平安，真欢喜会当有机会来到伫遮，甲咱三甲敬拜上帝。伫顶摆来到伫遮，受到真济咱中间的无论是中级会友，也是真济伫即个中间，甲咱同心的兄弟姊妹的勉励，所以才通互我甲阮的家庭通来到伫即个所在。今仔日我要用你回去做见证的人，要来甲咱三甲勉励，也期待通过今仔日咱所读的即个圣经节，咱会当有机会来晓悟上帝通过圣经对伫咱中间的启示。我细汉的时，我会记得伫阮阿公住伫屏东。伫阮阿公的厝的头前，伊迄是一个空地啊，然后有一个真简单的寮啊，迄个寮啊是用茶着几个房顶的，我看到迄拢伫去阮阿公遐半暝拢会听到有人伫遐咧话足大声，迄阵我可能幼稚国小尔，足细汉的。我就问阮阿嬷，问讲吼，阿嬷，迄是啥？因为阮阿公是住应该是算屏东县政府的宿舍，所以伊迄附近毋知是安怎，伊迄栋较奇怪，边仔拢无厝，所以敢若伊一栋厝伫遐。所以当你伫迄个荒野的中间看见、听见半暝有人伫遐咧话的时，其实会惊，好。是话迄个声足恐怖的，阮阿嬷就甲我讲吼，就遐吼，迄个寮内底吼有住一个人迄个是小的，所以你毋通去遐，叫我毋通去遐。其实迄无介远哦，迄看会到啦，若要行路可能1分钟就到啊吧，无介远。所以阮阿嬷拢甲我讲吼，毋通去遐，因为伊会共拍。咱感觉拄着痟的，有时是安咱会叫伊痟的，就是因为你毋知影后1分钟伊要创啥，因为无照人的正常的想法来行，所以阮拢真小心，无对迄个所在去。但是一直到有一日，迄个破寮转开始变一间足水的厝。寮无大，起的厝后来起的厝嘛无介大，但是迄间厝真水呢。我着走去遐看卖，看迄间厝是安那会当对寮变做一间厝，是大个人有共款无？阮着过去问阮阿嬷，阮阿嬷细甲汉尔，足古锥的，伊足古锥的拢挂2支目镜，迄落老花眼修重一支目镜无够，爱挂2支安尼，着甲我讲。迄就是迄个小的人住的厝啊！我讲迄小的人的住的厝，哪会敢变遮水啊？伊讲迄阵我毋知咱中间敢有人知影，伫可能30-40年前，台湾有流行一个叫做6合彩，在签赌的啦。6合彩一个是6合彩是违法的，然后阁有另外一个，毋是啥物，敢若是合法的。阮阿嬷就甲我讲。足侪人看到迄个小的，转去找伊结果迄个小的甲伊报啥？报名牌，有准无？有哇！结果就是安尼啦，报名牌有准，所以破寮起做就变一间厝过足奇怪迄阵阮阿嬷就无甲我讲迄个是小的因为足侪人去，定定拢有人去遐，拢去找伊，要讨啥？讨明白，我就问阮阿嬷讲，哪会讨明白？是会准无？伊讲我嘛毋知诶，但是破了会当变做大间厝，应该是有准吧。我想这是足侪台湾人拢有一个宗教心，
迄个宗教心就是我下愿，然后我得到了，我安怎？我行愿，是毋是？伫庙是安尼，所以你会当看到伫庙条啊、或是伫真济教会礼拜堂，咱拢会当看到有真宗教心、真虔诚的人，伊对上帝所求讨的，当伊得到应允，伊将迄个心愿搁一摆献上互伊所拜迄个，所以就是安尼。我讲安那会差遮济？啊，以前叫做小的，真就无叫做小的哦，真叫半仙，已经变做半仙啊，因为伊报的明白拢有准。开始过遐，就定定听看到有人开车、骑乌多摆，就去遐，去找伊，然后可能真正是真准，所以会当伫伊的迄个寮头前后来就有一个刀定定会当放足济好食的物件。但是阮阿嬷甲我讲你茫去摕来食哦，你要食啥？你甲我讲，你茫去摕来食哦。我看看迄比阮阿嬷款的搁较好咧。是安那会安尼？因为人伫迄个中间有一个期待，有一个困求的心，所以就安尼，迄个小的无搁叫做小的，变做一个半仙。但是半仙风光无几年，迄个厝无去啊，是安怎？听讲是因为找伊的人伤济啊，日时也找，暗时也找，所以半仙后来搁变小的，挡袂牢，压力伤大。然后伫迄个中间，明白报了拢袂准，因为伊拢黑白报。我毋知咱敢捌看过人报名牌，以前台湾有哦，你会当开5块去买一张像，甲咱的周报差不多啦。顶悬画足济物件，咱敢捌看过？拢毋捌看过哦。另即我画互你，全你会当看到伊画一寡红一寡线条，顶悬可能看到亲像5，变过来亲像3，若是挖过来搁亲像8，你就去摇，若摇会着就你的，若摇袂着你就后摆搁摇。所以迄个半仙就是安尼定定，因为去画迄个物件，可能后来全袂准，因为找伊的人伤过济，所以日也找，暝也找，半仙搁倒来变小的。结果无准了，全搁甲迄间真水的厝，甲安那，甲讲掉。我想人拢伫即款的情形，伫人生所行的路站，想要超找一个会当信靠的物件，因为咱拢有欠缺。但是通过即种的故事，我倒来看伫今仔日咱所读的经节，今仔日。伫即个人极乐心人，伊即个人顶悬所发生的代志，甲即个小的，甲即个半仙，是毋是嘛真共款？圣经内底所写的故事，一直到今仔日，犹阁真实发生伫咱的生活顶悬。咱今仔日所看的即个，咱今仔日所看的即个相片。即个相片，敢有人知影这伫对翕的？要看卖？咱一定爱知影，这伫咱教会新楼的厝尾顶，教会迄个即边嘛即边顶悬的迄落。三楼顶翕的，有时咱伫一个情景的中间，咱拢期待伫迄个所在找到一个方向，找到一个光，互咱会当伫迄个中间行出一条无共款的路。总是当咱伫迄个有一个宗教心，有一个上帝，有一个期待的中间，咱所看见的迄个物件会足无共款的。这是日出还是黄昏？你要，但是其中上界大的差别就是，你的日子如何，
你的快乐也如何。当你用什么款的心情来看待你的生活、看待你的性命的时，你所得到的物件，结果完全无同款。咱今仔日所读的这个圣经的故事，伊足趣味，因为这个人伊有可能是伫耶稣去到伫这个所在在传，耶稣伫遮咧传福音，伊拄着是，伊将这个鬼叫做魂，对这个人的身上赶出去，是安怎？因为因的人数足济，但是犹太人敢有食猪肉？无，所以这个所在是虾米款的所在？这个所在是外邦的所在，有可能伫这个外邦的所在，互人伫迄个中间，毋捌耶稣是虾米人。所以当这个人伫伊的人生经历的中间，会当非常戏剧化，会当对一个小的，然后变一个正常的人的时，我想对伊人生顶悬有真大的转变。咱若详细看咱今仔日所读的经节内底，咱会当看到伫15节内底，伊讲到，15节内底，伊讲到，迄个犯着鬼的，就是互耶稣甜的，坐地穿衫，还在就惊。你若用华语的圣经去看的时，伊所讲的就是，伊本来是无穿衫的，伊本来是哪准一个小的，但是当上帝伫迄个中间经历过耶稣的医治甲帮助，这个人的人生改变了变安怎？伊对无正常、无穿衫，伊起笑的中间开始将衫穿倒来，然后伊的头壳开始清楚，知影伊所拄到的是虾米货，知影伊所行的是虾米，伊的头壳开始清楚起来啊！所以对伫迄个中间，伫第1节到第15节，伊伫遮咧讲到，伫即个人是伊人生中间对破碎来诚做医治。是伫迄个中间，互伊人生有一个完全无共款的改变。这是Subway对吧？我应该无看到相片啦吼。敢有人知影即张相片伫佗翕的？嘛是伫后壁，因为迄个新楼咱所去的迄个学生的宿舍。窗仔出去，就是看到Subway。你敢知影？假使你若伫遐个窗仔，你看到迄车开过来时，你会当看到内底坐个人，伊个目睭会当甲你相对呢。毋捌看过吼，我嘛毋捌看过呢。我以前拢想讲，透有人家迄厝起伫迄个铁路边遮近呢。起伫Subway边仔遮近呢，我的2楼、3楼看过，拄好是因坐伫遐开过来安尼，你会当看到伊目睭开的，也是目睭闭的，你拢看会到。你伫迄个中间，你会当看见，但是每一个人伊的面色拢无共款。什么会叫做无共款？你会当看到学生，你会当看到上班的。迄有时足明显的，你会当看到黑人，你会当看到白人，你会当看到各种的人，然后你会当伫遐看到有个人靠伫迄个窗仔边，看到亲像足忝的，你嘛会当伫迄个中间来看到，真个足侪少年的拢一个耳机挂有无？着听伊的音乐，像咧听甲真欢喜安尼。你有时会当看到车厢内底是客吵，但是有时你会当看到车厢内底拢总无人。你敢若伫迄个窗仔，你就会当看见社会的百态，你会当看见足侪人伫迄个中间，
出出入入，伫欢喜忧伤，伫有诶人你看到伊亲像一工足忝诶，足辛苦诶。我毋知影咱中间敢有人捌唱过，伫过去有一本诗歌本叫做《基督世主》。哎哟，遮侪人点头拢捌唱过。《基督世主》内底第3集有一首歌叫做《寂寞声音》，敢有人有印象？寂寞声音呐喊在城角里，听来好似孩童在哭泣。寂寞声音在忙碌的人心，匆忙中总无一刻停息。寂寞在我睡梦里，寂寞声音萦绕我记忆。这个歌词内底所讲到的，就是每一个人看起来拢足无用的，但是伊的心内底是足孤单的。每一个人拢亲像有伊的目标，知影伊要创啥物货，日出日落拢得无用。一礼拜7天，阮迄阵当去到迄个加拿大温哥华的时，有足侪代志拢对阮来讲拢足新的，其中就是若是假日国定假日。什么 Costco 啦，什么大卖场拢总关啊，拢总关起来，拢无开。我迄阵打去的时候，阁安尼，迄个某，我会记得那是下晡6点就关门啊，就无物件啊。结果人甲我讲啥呢？哦，你去华人的超市，华人的超市安怎开？一礼拜7天，然后365日。逐工拢开，然后我进来到咱教会，我附近看看的，哎哟，遮个愈厉害，遮有几啊间超市是24点钟的呢，哇，它有遮方便，表示遮的人24点钟在无用，人拢伫迄个中间，亲像足知影家己要创啥货，但是事实上，伫伊的心内。是真孤单，真寂寞。迄是亲像今仔日咱所看的即个主角，伊内底是群，伊的迄个写神是群，因为伊真济。但是真济的中间是真做伊人生的压力，真做伊的惊吓，真做伊的心无法度休困，无法度平静，无法度得到平安。伊亲像有真济物件伫内底，亲像你甲我内底，心内有真济愿望，有真济期待，有真济想要追求的物件，有真济想要做的事。但是咱伫迄个中间，却互咱的心是非常非常的忝。咱亲像一世人所追求的，世间人看做真欣赏。但是事实上，敢若咱家己知影，有时伫追求的背后，咱所想爱的是会当得到休困。这个人，伊因为拄到耶稣，所以伊的人生开始改变。原来是一个破碎的心、破碎的人，伫耶稣甲伊医治、甲伊接触了，伊人生完全无共款。原来是小的，所以伊住伫荒郊野外，亲像阮阿公对面迄个小的共款。我想迄个人绝对嘛有伊的爸母，迄个人原来有伊的家庭，但是因为伊个人的问题，所以伊受到家庭来排斥，伊受到社会来排斥，伊无法度成做正人中间的一个人，亲像你甲我共款。今仔日你我会当来到伫即个所在，是因为咱互即个所在看作是正常的。但是有真济无共款的人，无共款的需要，伫正常的人来看，伊是无正常的。直到伊无法度入来到伫即个中间，甲咱三甲伫遮，
用欢喜平安的心敬拜上帝。迄个笑的嘛同款，互人看见伊亲像真牛，会当对笑的变做半仙，会当互人看见伊亲像伫人群内底真做有价值的，因为伊所报的名牌，互真侪人伫迄个中间得到财富。伊所报的名牌，亲像成就真侪人伫伊生命中间一个上爱追求的。但是伫迄个背后了后咧，真水的厝，最后嘛是讲转去，亲像原来的破了啊，半身搁转去，真做迄个笑的。但是上帝所看的咱，毋是即种的角度。伊今仔日毋是因为你所做的事，你互偌济人欣赏；伊毋是因为你做了偌成功，所以伊接纳你成做伊的囝儿。今仔日耶稣就是因为知影即个群、即个人的需要，所以伊伸手伊伫伊，将伊心内遐个邪神、遐个鬼拢总赶出去。哇！遐个鬼有偌济？但是圣经内底所写的是约量2000只，因为猪只有2000只。亲爱的兄弟，我毋知影伫咱内底是毋是嘛有2000个目标，有2000个咱所意爱想要去追求的。我毋知影咱是毋是嘛伫咱人生中间有真济困扰咱的，互咱黑暗困袂去的。或是当咱伫追求的过程中间，互咱亲像笑的，互咱甲即个社会看到亲像无共款。或是咱伫即个中间，想要会当得到别人的认同，得到别人的接纳的时，咱伫迄个中间费尽咱所做的一切的困难，但是咱最后无法度，一直到耶稣来，将咱亲像即个故事内底所写的，将迄个群赶走，约略2000只，然后伫海林拄死，互故地的人走去，甲城内甲乡下的人讲：哇，发生什么代志？耶稣伫迄个中间，伊所看到的是咱内底的痛苦，以及社会对咱的排斥。但是耶稣更较注意的是咱人生的价值。以及咱伫迄个中间所会当做出迄个好的见证，这个人伊的生命得到改变。这个人伊毋免讲什么故事，伊只要讲伊家己生命中间发生的事，就已经互人足欣赏。欣赏的毋是耶稣甲伊做伙改变伊的生命，欣赏的是伊即个人因为耶稣来得到头棒。即个人倒来想要找耶稣，伊想要跟对耶稣，伊想讲：哇，假使耶稣只有几句话，就会当将我的生命得到改变。然后安尼，我来跟对伊，是毋是会当互我的生命更较有价值？但是耶稣甲伊讲啥物？第19节，这个所在足特别。19节，耶稣毋允伊，就是耶稣无讲好啦。这个人想要对耶稣，耶稣敢有要互对？无。耶稣甲伊讲：回去恁兜，回去恁兜，找你的亲人，将主甲你行遐大的事，甲所怜悯你的，讲互因听。所以耶稣爱即个人回去伊的厝去做见证，互因知影耶稣怎样改变伊的心，改变伊的人，改变伊的人生，改变伊，互伊成做对小的来成做一个做见证的人。我想有真侪时伫即个中间，咱嘛拢足爱传福音，咱真意爱，但是传福音上困难的伫叨？伫厝内，是安怎伫厝内？因为你的歹习惯，伊拢知；你有改变无？伊拢知。人咧讲啊，上歹骗的是啥物人？
就是枕边人啊。你含黑暗吼，在困的是会讲袂讲吼，别人毋知，伊拢知。你有改变无？伊拢知。哦，啊，你讲你足疼无？第一个甲你翘爸爸的啊，真的吗？系啥物人？可能就阮某，因为伊拢知。伊一工24点钟，一礼拜7工，逐工就常常做伙。你的好，你的歹，你所讲过的话有准也无准，伊拢知。所以要做见证，你若要甲你的厝邻的人做见证，你若想要用你家己生命的故事来传福音，互你厝邻的人知的时，上好。迄个故事是你生命改变的故事。因为只有生命改变的故事，才互人伫迄个中间完完全全会当见证即个上帝通过主耶稣互咱生命的改变是我的真实。我会记得我的妈妈真早就过身去，伊癌症过身的是伫迄个高医，然后迄阵我一直拢感觉我足少年，所以迄阵阮祖囝当出世，所以出世的时阮兜就是阮爸爸、阮弟弟甲我，阮三个顾阮妈妈。虽然无用，但是拢上爱家己去顾。结果我感觉，互我听到一句上安慰的话，就是我妈妈讲的，伊讲吼，好，我饲你30年。甲你换你顾我1年，我感觉足值的。老实讲，我听到足心酸的。我妈妈顾我30年，结果我才顾我妈妈1年，安尼敢有好？对我来讲，敢会好？会啦。我1年换伊30年，对我妈妈来讲，敢会好？当然嘛袂，伊顾30年，换我顾1年。但是我妈妈伊感觉讲好，我足安慰的，我足安慰的。所以伫迄个中间，我一直在想，到底人生什么货是真正有价值的？你用安尼换，咱看做无价值啊，但是伊感觉有价值。一直到阮妈妈过身去了，尤其是伫阮妈妈最后要过身的迄个 moment， 然后。迄医生入来，甲阮讲，迄阵敢若我伫边啊，阮弟弟足气的，阮弟弟阮妈妈要过身的迄天，早起时伊还阁伫遐，看阮妈妈的身体状况拢真好，所以甲我讲，哥哥，我要转去台中处理一寡代志，然后我过2天阁落来。结果伊一走呢，阮妈妈就过身去，所以伊足心内真有迄个遗憾啦吼，讲妈妈过身的无伫的。结果迄个医生伫我妈妈要过身的时，伊入来，伊甲我讲啥？伊讲时间差不多啊，逐个拢看到啊。伊讲逐个拢看到啊，时间差不多啊，爱放手啊。其实我听无医生咧甲我讲啥呢？是安那叫做逐个拢看到啊？是看到啥？你看到啥？我毋知影伊咧甲我讲的迄句话是啥物话，因为伫迄当时我所想的心内所想的嘛，毋是迄。一直到我足侪年后，转去到伫迄个病院，因为有人我结婚式做了较少，我告别式做了较侪，所以常常伫迄个病院，常常有迄个临终的祷告也是讲伫迄个中间会替一寡无瓦壳的人会当处理遐个事。所以有一摆伫迄个病院内底有一个牧师娘甲我敲电话讲是某物人，你敢会当来？会当甲阮斗相共。结果伊甲我讲一个故事，伊讲伫即几楼吼，其实就是21楼到23楼，伫即几楼吼，我听遐医生护士拢咧讲一个故事呢。讲以前有一个人伫即个所在，
最后虽然过身，但是吼，因兜伊遐拢有3个查甫的咧甲顾，逐工就伫遐咧甲顾。我想讲，你真是咧讲啥物话？你真咧讲啥物话？你讲的物件，较会甲我的经验足相像。迄是啥物经验？迄是阮咧顾妈妈、顾丈夫，阮的经验。后来我才知影，今仔日人毋是因为你是牧师，所以讲你做了足好。人是因为伫迄个中间，看见你对厝邻的人的付出，所以认同你所做的。今仔日有时咱要对咱厝邻的人做见证，毋通用讲的，因为用讲的拢无效。你搁讲搁较好、搁较水的故事，拢未达得你亲自做伫伊的身上。我想有时伫咱人生所行的过程中间，咱讲了伤济，做了伤少。有时伫咱生命所行的中间，咱所做的，咱家己拢毋知。有时是伤害，或是咱互人得到利益。厝邻的人甲朋友是上界歹传的，但是嘛是应该咱上界爱得到的。当我听到咱教会中间，还阁有一群少年的，这个少年的检采是对咱移民来遮的第一代、第二代，然后继续搁伫这个教会中间的时，其实我真感动，因为伫我的经验内底，有真侪是伫迄个中间，第一代、第二代冤家，所以两边无要做伙。因毋是无爱即个信仰，伊是无想爱看到即种冤家的场面。总是咱伫即个中间，咱怎样做即个见证？有时咱伫即个中间所行的是，咱爱开始付出。伫咱所读的圣经节第20节内底，咱会当看见，迄个人去伫底加波利报扬耶稣所互伊行的大事，众人拢奇怪。其实伫即个中间，互人看见，伊即个人伊的改变，才是真正互人吸引讲，好，你拄着迄个耶稣，真正无共款。我知影你以前毋是安尼啊，我知影你以前是啥物型的，但是今仔日的你，互我看见，我嘛要亲像你一样，会当伫迄个中间做见证。即个相片伫对翕的，敢有人知？哎呦，知影哟！人拢咧讲哦，若相片出来，逐个人拢想找啥物人？找家己。你有伫顶悬无？爱做见证。伫咱还阁有气力的时，爱做见证。今仔日你会伫即个所在，毋是因为你牛，特别我会当来到伫即个所在，更加确定毋是我牛。今仔日咱是受呼召来到伫即个教会，要做见证。你要对什么人做见证？你要对众人做见证？你要对你家己厝邻的人做见证？你要对厝边的人做见证？你要伫行乡的中间的人做见证？因为咱的主耶稣要带来平安。你要伫暴力的人的中间来做见证，因为主耶稣要带来和平。咱要伫冤家的中间做见证，因为咱要用咱家己的性命，用咱家己的经历，要来互人知影，这世间要有听伫这个所在。咱是受警调来这个中间要做见证。这顶伫顶悬做见证的人有啥物人？看会清楚无？家己有顶悬的吼，应该拢知影啦。家己找看有伫遐无？你若无吼，来啊！明日，咱每一个人拢找机会、找所在，伫即个所在做见证。因为教会
是要做一个什么款的所在？要做见证的所在。今仔日真侪人伫咱教会中间咧做见证，无论伊几岁，有个人检查的年纪真大，但是有缘用伊所有尽伊的力在做见证，会当吟诗的大声吟，会当勉励人的大声勉励，会当伫即个中间用伊的才能服侍人的，咱三甲斗阵来。会当伫主者的中间来做见证的，伊用伊会晓的方式来做见证，会晓弹琴的，会晓吟诗的，会晓讲道的，会晓书会的，会晓伫即个角落的至美色一个所在，伫迄个中间在做的人，毋是因为伊要乒乓伊熬，是因为伊有缘在用伊的性命在做见证。所以，即个所在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所在？要成做一个做见证的所在。你甲我都爱找伫下伫咱的位，下伫咱的气力，下伫咱的角色的物件、的事情、的代志、的人的身上去做见证。见证即个上帝伫咱生命中间，将咱怎样来改变？见证咱即个人怎样伫人的面前，互人看见上帝的价值。见证着耶稣伫咱生命中间所带来的改变，要安怎来影响咱边仔的人，互咱会当有机会三牵三行做见证。你都爱回去。你要做见证，毋是伫你上高、上好、上水的所在做见证，你都爱回去，将咱生命改变的见证。带转于咱的厝人，带转于咱的家中，甲伊三甲祈祷，甲伊三甲感谢，甲伊三甲算效咱所领受的，咱三甲来祈祷。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你拣调阮，为着要为你的名做见证。你伫阮的中间，有时拣调人。要成做你的使徒军队里，总是你也拣调阮，爱阮转去阮的厝，伫阮的家中做见证。主，你知阮的软弱，你也知阮的惊吓，你更加知影，阮伫会做甲袂做的中间，有缘有真侪冲突。有时阮的生命改变了无够，有时阮用指责来代替三听。主啊，总是恳求你帮助阮，搁一摆提醒阮，互阮三甲自责，就是为着要做见证，将你美好生命的气力放伫阮中间的见证，分享伫阮众人的身上。主求你帮助阮，阮毋是要乒乓阮的熬，阮是要为着你来做见证。主求你帮助阮，无论阮会讲袂讲。我要伫即个中间来成做主你所使用的器皿，互阮伫所行跑走的路站，为着你的名做见证。主啊，愿阮伫即个中间所摆列的，是成做一个荣耀的祭坛，高举你的名。愿阮伫即个中间来见证你伫阮众人中间所做的一切，互阮的生命因为见证，成做上好上水的价值，以及阮所要讲的故事。愿用你来献上感谢甲恳求，拢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